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今天天气可好了，草原上。然后我们要去干嘛呢？我们去周边的垃圾给捡一下啊！走吧。上手吧，上手吧。直接上手。垃圾全部烧完了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么多牛粪，顺便把这些牛粪给捡了吧。这也是我们草原上的宝呀，喜不喜欢来草原上生活的？一起跟我捡牛粪的有没有？看一下草原上的大牛粪。太难了，哎呦，太多了。你怎么去这儿去？我去那个把那个牛粪捡了一下，那么多牛粪，然后不是垃圾嘛，把那些垃圾全部给那个烧了。都开始把空气。这个水开着啊？我以为你给我煮了饭呢。都1点多了，妈妈中午吃什么？哇，什么呀，妈妈？拿了个什么肉啊？羊排。羊排。看见这个羊排，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还是妈妈最好。那今天这个安排啊。哎，脑袋多了，袖子拖上，做饭吧。我们去接个水，煮肉。好了，羊排先让它这样炖着。妈妈，我俩调一个灵魂蘸料啊。你那个好的话，怎么样的日吃的话，今天吃吧。去舅爷家。好嘞。妈，快下着呢，妈妈，下着呢。没事呀，车子这边。车的话下雪它滑得很呀。你舅爷家这边吃肉了，你又到那边过去干嘛？你去的话，刚才就是没有煮肉的时候，你就我俩就去的话。他们饺子做着。他们饺子做着。真是。那把这个肉，然后煮完了以后，俩别吃的直接拿到他们家去吃。儿子，算了吧，明天走吧。哎，这个塌不碎啊，妈妈。妈妈，这样的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啊，可以了吧？让我干嘛？然后再放点醋。醋少倒一点，妈妈不喜欢吃。哎，就这点就可以了。大哥拿过来的韭菜花，哇，妈妈你看闻一下，新鲜的韭菜花，自己做的，哎，哇，口水。妈妈好香啊！哎，再倒点酱油吧。哎，不行，妈。那是那个汤头。哦，倒个肉汤。哎，行，好。妈妈，再放点花椒。那就是味道嘎嘎的。你干嘛的？喝2杯吧，今天。再烧火。现在羊肉烧火放的。羊肉熟了没有啊？熟了。哇，这么香啊！羊排熟了呀，那行，先弄羊排。哇，闻到香味了。你看水干了。对，水都干了。哦，熟了。哦，
我不喝，我喝点，不用喝点，给你少倒一点。来，给你少倒一点。来，妈妈。哎，好嘞，吃肥肥的，吃吧，妈妈。太香了。妈妈，你不要那个蘸料啊。原汁原味的。我吃原汁原味的。来，妈妈，干一杯。干一杯马奶酒。啊，美味。妈妈真的高原羊排太好吃了。这是我们自己用血水煮的羊排，用牛粪煮的羊排，就是不一样。